一群维吾尔人继续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活动。青年活动于12月28日开始，他们要求中国领事馆提供有关在东突厥散难民营中被监禁或失踪的父母和亲情的信息。但是中国领事馆不仅拒绝接受他们的申请，而且还试图阻挠他们的活动。12月28日，活动进入第2周，参加人数有所增加。一名82岁的维吾尔老人前往中国领事馆前加入了活动，以追踪失踪在东突厥散失踪的孩子和孙子的消息。同时，安卡拉哈基拜勒姆大学讲师阿卜杜热希德卡尔鲁克教授和一些学生也参加了此次活动。阿卜杜热希德先生在表示，和其他维吾尔人一样，他也是中国政府的受害者，他有家属和亲戚被拘留或监禁。他呼吁土耳其必须为被迫的维吾尔人做主。去年，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邓丽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维吾尔人可以利用中国大使馆询问其在东突厥散的家庭状况，但是后来维吾尔人向中国大使馆的请愿书没有得到答复。据中国官方《新疆日报》报道，到2020年，中国从东突厥散向中国东部省市输送1000亿千瓦的电力。在东突厥散新疆电力公司网站上的声明中，据称载着2020年12月23日东突厥散的能源传输容量达到1000亿千瓦电力，比上年同期增长40%。中共政府一直在将东突厥散的各种丰富资源走私到中国。据悉，东突厥散已与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签订协议，积极开展跨区现货交易，促进新能源销纳，使东突厥散丰富的电能输送至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外送范围和销纳电量明显扩大。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在疫情期间在武汉记录见闻，被控徇私滋事，昨天被法院判处4年有期徒刑。张展也是首个因武汉疫情缘故而受到公开审判的公民记者。这起案件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审理，院方规定只有张展的家属可以在法庭内旁听。在今年2月初，他前往当时的中国冠病疫情正中的武汉，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多段视频，包括记录医院和社区等场景的片段。张展还通过文字直言批评官方的抗疫措施不当，认为官方没有顾及低层人民的权利，掩盖了疫情的严重性。中国金融管理部门26日联合约谈蚂蚁集团，并在会后要求其推动5项改正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生26日代表4部门就约谈情况回应媒体提问，披露蚂蚁存在治理机制不健全、违规监管套利、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排斥同业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行为。中国监管机构12月24日表示，正在对知名企业家亿万富豪马云麾下的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金融巨头蚂蚁集团这2大明星企业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傍晚签署了2021年财政年度拨款法案，当中包括台湾安全法案以及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进一步扩大对台湾和西藏的支持。对此，中国星期一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和西藏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重申西藏人民有权选择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继承者。该法案禁止中方在美国设立领事馆，直到美方被允许在西藏拉萨设立领事馆为止。台湾对台湾保证法的签署表示欢迎，并感谢美国行政部门及国会跨党派的协助。